這個芒果是公的是母的？這個是你太公。這個芒果很鹹嗎？口 K 冇你咁鹹啦。有水嗎？你那裡就有水啦。每口可以吃嗎？可以，塞個10分鐘入面吃。咁啊，一嘢塞入去吃，塞完之後等佢慢慢溶解。燙不燙？燙咩燙？凍的燙。我唔要你剁出嚟佢得唔得？嗱唔要嗱，攞翻咁樣剁。這個公的是母的，這個是你老豆，也是你老母。即係醃係尖嘅，嗱剁爛佢真係嘛？假閪單啦！我剁，嗱得未啊？一張飯都閪咁真係。大佬我唔係唔食㗎，咁樣硬到閪咁點食啊？唔使溶化，你今晚咬石頭，我攞出嚟我要溶解10分鐘，我一點食，30分鐘食喎大佬。一鬼咁，丁兒佢做乜柒？丁兒佢唔係咁食嘅，丁兒佢我市場買得啦咁，我使乜買個凍嘅？嚇死嘢！不吃別涮藥，那我現在怎麼吃？你告訴我怎麼吃？硬到狗啦，怎麼吃？塞落下邊個嘴黐係啦，有什麼味道可以買？大哥什麼味道？它只有芒果味道。你買唔買？柒就唉，即係煩就閪咁啫啦。有咩食？它是母的還是公的？它是你老豆。專長我唔鏟你啫，我翻到嚟我鏟你，我話俾你聽。我平時專長你話我斯文，係因為我費事鏟你啫。我翻到歸我鏟人，我話俾你聽，一隻鬼咁樣話。我呢啲咪叫粗口，呢啲叫冇咁無聊。你成日睇311上架，你睇嗰啲得你悶嘅啫。你都悶啦。哦，311上架，哦，而家8000人，嗱咁我就上80單㗎啦。嗱，準備好手速啦，搶你老豆咩搶？